方清中上牛方行鹅，大事当拜水通雨动几拜，二次进花园。就说到此花园里向，西桥旁对自家未婚妻神采我身旁边个屋头叫蔡平，蔡姑娘倒来得好，说的姑娘来3年不来着，南阳帮着强盗少年举改，3年了烧上火，俺做过了。那么方清啊，你老实讲呀，说起来蔡平，我现在得发着种子上牛子，黄金银星让胸口的。今朝我大事当拜来，神圣来试探姑娘，请来帮帮我忙，领我去见姑娘。蔡平大肯个，想不到方清黑说贴出得里真开心。说到我南阳帮着讲的有个少花仙女几个，就到蓬莱山上，现在转过了，受不我雨动几百。后厢子跟我唱大人，我现在最刚武唱大人来让红看。蔡姑娘做你的姑呀，你说要黑说贴出个，你要说句话，那么我哈哈的。这是姑娘，你3年不消息来，你夫人当来不能讲的杀他，要弄小家领啊家人，小家夫人有啊剃光头出家做只死狗子。方清真心急，不要这样为止我出家做死狗，我哪对得住的？不要这样让剃光头发辰光，不知那行伤心，都要问问看。蔡平子呀，是像李家小姐在落发的时节，怎样苦愁啊？这个蔡姑娘了恶哈些呀，这些条们分析对方。一分做死狗，因为我门内3年做地上的哈是提出高运做生意，那么我举我回家过来，偏偏呢姐姐呢是谁家出自家子？可现在你要问我们哪是呢？哎，是啦，但要不是侬三家并重托3桩事体，讲不里听听，阿姨想沟通里，娘里讲句不真闲话。呀，故日蔡平子，像我家小姐落发时间啊，真是哈苦楚呀！真呀，喏，西京。
姑娘厉害个，用情来打动来，方就是多情种子，还是好听到这两句话，心啊受着。不要这样真情啊！那菩萨米朗保佑我三级郎一生路将来这个大过，保佑我将来他个好的高下小人不太太。所以神采我替方太太个对菩萨封建社会不多，现在社会不见得多几货，往往阿不到醒悟了，总归不到头无心想。小菜上你经常听到这个，我干嘛？最近都他现在生活美好啊！哦哟，美好了，这种面孔已经看得出啥？哈哈，儿子美国记者美金一直到屋里向去贴洋洋搞个，不大灵的。那么我干嘛你都能搞子出去美好啊？你能得哈个美金的一直打走来个，呀，个别穿不知哪手呀？实在阿布达新妇应该也好，从这个手痛习惯是这个。现在听见别家对我啥个好吧？我于心红生，不啥个，让我替别家帮队。本来离婚夫妻不好帮队，现在可以帮队着。为啥？我不是出高人大事，别家光浪队四个可以帮队。蔡bình记是，遇了蔡bình记到路上，请小记下来，对我们相聚一米八。句话不能再说了，从上面来看呢，比让眼里去做这个一个为的良心，但是多情种子。的确，一个三条妈妈的最狠的，那让天气三条让流浪乡还让相爱呀，娘都帮一帮的，代代别离之情。呀，各位，先生谁知在山里上个来的，想起先追下来，不过先去肯追下来，未必一定啊。娘上大礼，还是不过各位呀，先去这次下来，恐怕自己不肯来的啊。别叫这死活驴，该得不肯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陆翠玲近在咫尺，先去看到了陆翠玲。想在当年的事情，他也伤心的。我得对个，陆翠婷啊，眼睛么你看得见个呀？13年陆翠婷，我替别家帮队辰光，别家让路平定，归国千金，我愤足彬彬，一个读书人。现在各自3年呀，我大是到顶金，想踩到队。现在别家光浪头看见子，那还不要触景伤心？既如此，在哪里相见？那这来定是蔡姑娘聪明的，理性的那些，来这高大子，我心里有点什么子，不过你按照个分手过，我达不得而知。那么呢，我就室内上一时，也听来到一趟上火去，他是个当上火来肯去的。来得发做这个子，他是你不肯去的说呢，看上去绝对比较是个大事先生。那么小上火呢，自必当，因为13年来临这个辰光神经发过最，是那个方群不懂过，不到这样不到市面上几个年。那么来肯去，来看上去是做这个样式一时，哟，可不是在资历上想起，可哈自非当是啥计划？方才方清面对出境，介绍现在听见到自卫党3个字，人美莫报。想着自卫党13年是有耻辱，今朝啪的发走过，落得好气。自卫党相见道义甚好，请就这个子心里想开心啊！呀，各位，在自卫党的老金，你可是什么？我也得不认得，相反之意。我来告诉你，你这是望进前头这个3个花球门，看见前头有4口自卫时，就是自卫党。哎呀，都是蔡平记。那么蔡姑娘这次2都没带货，忙着流浪来。方清根据蔡姑娘指定的路，啪！随口花球门门前4口自卫时到自卫党，
对当中一口，和前3年一样，才是激情昌明。替前3年发动的，位于姑娘，下头今朝一个人才明白，啪，当中靠背里向一揉，从此下来，就说前3年的事体历历在目，一幕一幕闪过随了眼睛门前。我来见姑娘辰光，身浪向衣裳穿个布丁，过父50岁生日，我先到内堂见姑娘。就说姑娘对着我叽叽叽咯咯咯，两旁边乌头在浪笑。姑娘说的：“阿如啊，阿如啊，你说不走不来，爱不来，今朝来，你到姑父生日，吩咐姑友来自不说，我太太不要紧，太你到姑父个台，啥个啊？当然我衣裳，把4个佣人16色礼物，吃花油，端个秋子进前门，这时候来后头难日登堂。我讲姑娘，我又不是唱戏，说个出油油门，再到前门，嘿嘿，我实刚讲得一句啊，就说姑娘面孔白白，袋子一旁，穷举啊穷举，不来面子，非要面子，你等我滚！那么我方清发过嘴，说到姑娘，你既然看不起我，害我滚，搿不是讲？我将来不做官，不到襄阳，不到此里当见来姑娘。姑娘她讲，穷举啊穷举，你将来做官来，谁来不个信不我？做姑娘要有收心阿嫂，这20里路进来3杯醉，想不到我辈还有飞身一家，我今朝得法做官，心里想牢骚之气，不地方发起，看见个没有诗作，忙着诗作里向一首，梦得没用，天得必报。下一首诗，并对并作诗，那4句啊，叫方然饮酒抚百姓，用第一个字提出什么一个字？方信。青云飞上蓬莱顶，青顶。毕竟书旅千载名，必名定中对要后中音，定音不过是拼起来，方清必定，因名定姓。我方清是冒名必定的名字进个考场，分我自家真名字进考场。实讲以来，假使看得懂我朋友，已经晓得我倒是高了些。立来浪灯，蔡姑娘那哈呢？吼，蔡平开心啊！这次两道马带花，最两步路亲自亲得来。这里对狗呀狗呀，哪个人是身高8倍？你来要炮子往本和天下去城内分城上，小弟人家白肉洞的草外是草光，我是吃今朝碰上，现将相思毛病想出来分享着，老太太身上白云鹅，眼里哭哭分哭着，今朝我碰上功劳大得不得了，原来杯中大将临沂国上的工人，上去来看啊，100西上的500两个是这跑腿的。发的嘴巴，七将见西送风时，西北玉手两载人，待怒吹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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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忙真流浪来。好对出尽。家有种洗净一点香，叽叽叽一香云子，好像隐隐赶着那风带花。
不去杀。想了一时，十日思念这一女婿。好你拆起这老人家，不是黑就有天呀，生于来人，心于杀。黄大人只是黄大话，虚松公开发的大话。想后来想抽风想死，想今这是后灯下风吹大狗叫，好谁大事比记账，不然是家想大家，几条鱼动几杯在雪中拿。出家为御史，好也想都有化作走人家。我是七家银不非美抓，走空时候背是家，自己他为然世间泪水马。他说的内言到明白家，世家是个老三长的不提风声真家家。瞧着江头来打劫他，遇到撒花西家云呀，那云水空里扎，举了书身上水呀，把书本就跑出两家，他是不死后悔与用王，些许都话我来信他，等我上楼的感受主人家。想想你现在顶顶口，口得难神的吧？那既想送肉真知他不理，痛恶一场毛病细叫死呀。小子们心切切，一把把切结几针清水那并未一名伺候他，遇到一位新营上一并来当兵贼家了身，众人为何一家如日风铃那句他细水儿一名风万上。应是草绿换中国，好家应是一副大狗肉家。妻子配到范公子，自己他万户四大家，小弟是终身两日，还比尽忠王。
动啊，但有玫瑰中飞把女东呀，这样忙着流浪来。那么流浪像三条男的，少了等义之意，让人伤心事。那么像伤心事呢，无非为是千机放弃。其实三条的奇怪，这个自个想，不许别人讲的。那刚刚彩云的三条是，其他还三条，看上去公要的来着呀，那么哪里四条要让去？谁是个这个意思？三条面孔一般是来彩云，从今之后不许提及狗。弄得那彩云一天在路上死对明白了，忙出屋里去追的。不过等到彩云追了三条过来，我人哪还是这样的呢？彩云多少也记起别的，显得我心里昏闷。当我呆呆实实、心情开心，刚刚我的义气，我的人哪好取得不得知的。不过这一想彩云啊，我完全没办法。说啥呢？娘大个鼻子三个人又高这样样，那谁就知道了流浪向我的表呆呆实实。刚正式的方清娘子几千年上楼，听起这呼打发来，回家来，我居松林擦的军功松日三刻，要擦他居松林三出来没？我居然地上空空哀静，那么娘说。看到我面上死气过去，但是从今以后，少年提起这个穷举，我谁也不客气。娘的脾气呀，我出来些事，所以我心里让好，归这么多大家妃子，但是归这么多妃子，我心里好上不心。你这个眼睛人啊！自家终身儿了，看望两家人家相依，举娘送终，谁在那里一个字，我哪还不想？我想的呀，所以三条说了后，闷闷不乐，爱爱思思，泪归。
听说来太子上书子，怕做王本再得上书，年纪发了，听说太子武昌子，在跟着武昌，人人自有不见。第一年，三姑娘肚着3个月子在那一去不回，究竟了啥地方呢？哎呀，要发满病之外，那么这不知道自个喉咙口养鸡鸡的那去年知道还是这个，想了想，这不知道自个喉咙口养鸡鸡，嘣一口鲜血，一场大病，病从十三。引去的王本一封告信，拒之我的性命。他是经常买病法，非是告信，谁是真心来打该打，他们没有样。自个生气，为是自个当心，所以谁叫你起身来？谁在场场跟谁？谁若唱推开递进脑袋一口，哟，好哇！千万不有车子不遗憾，黄沙龙吟银川上。这口气太阳光在了11字上，11字在印度苍松上墙，咚了咚，哎呀，还不是呀？随了这个辰光，好像有一样的事，马正自个面孔上向打上来，定神一口，哟。两生儿女是必然花，原来2倍的，谁叫科技大学该吃心，至少因为别的领这人广告，大花重开飞鱼冲，你这次之后大花开始2处。该认为是阴心心，非是这样子，想不用着，所以这回过来等日子里生气受定。哎呀，这口气对面放弃，肯定放弃，肯定也是一个放弃，手里又放哪里走啊？还是眼睛必须比定一定是，是吧？让我搞搞力气，可是吧？所以谁去师傅的皮。吹自一本诗，真也相口。西腔菜姑娘的流浪，一口烟，小手了啦，收了灯卡板里，顺着头，想死了那口样耍个么子，让我一口气口，亲手亲脚一过来，一得小家背一口嘛，哈，看见小家手里向拿一本立本，就是黄历。小看清这本黄历啊，几千年下来，直到现在还怕动用上。特别农村里向，啥辰光饲养，啥辰光落果，啥辰光摘起来的，谁要看立本。尤其你是真相信立本了，谁要听好闲话，实在该个是听吉利闲话，我们中国人民的传统习惯。小奴某个剃头，立本上去改日节，要改4日。4日天子对人改错改至后日，舍得这头来啊！周周还有好闲话，随便南山，富士东海，八堂纯青，花好月游，8年好合，马子新房子搬上，9天知喜，送礼还要讨口彩。最近我是龙桥开发区，马子2房1厅，新屋的辰光吧，头里个点同事啊，侪送么子，侪送礼物的。侪是他口才的，徐永新也送给我一盘馒头，张忠华送给我一盘定参糕，是兴隆家法。张王之送给我只蛋糕，啥个蛋糕？哪有蛋糕？我欢喜吃的。他口才，我纸房子代代相传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搿胡军又不知啥个弄的，叫说送给我2只手毛呀。我问你呢，送2只手毛给我，你看帮忙那纸房子烧了妈妈，哦哟，出这个眉头呀！所以谁欢喜他口才的？现在蔡姑娘做你对，那些叫口到立本有心事。上一的要知幸福是待听口中意，让我听听比较口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叫平常说的呀。蔡兵啊，我听来京东姐妹非常自闭呀，现在口。
到底心里话俺讲帮我听过，所以蔡姑娘听不讲。这不蔡兵啊，来听比较嘛，要各自背不听就听比较，你两样，你随了三条背，一只手真枪上向一打，一只手压里向一戳，都要知道三条头经理人，不晓得你刚刚从河头上来，奔得气得嘿嘿，气粗得不得了啊！两道北风像小风向上个两道，忙中三条7-8分那个头经理。阿姨，赤峰在，你根本放了吃洗身了，那吃了头经理，而且你累累的讲，还一口了，得回过来一口了。三句话的，刚刚说的那个上马中我的一句的，我晓得啊，你不想是要听我搞点心事出来，不然接了一块我们也还心里我开心是吧？你上来不建议我不建议你啊，不开心。所以对100哟，三条东讲对100，我是西讲不能够还是100不来三关，眼睛对待三条问题。啊，谢谢啊，三位彩铃及三姐口头报，彩铃起来，是当地三姐。蔡姑娘是个地方好，明明看见三条水里裸奔往来，你刚吃刚才我要问一声，三姐啊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我外分口了呀，人已经上来着。三条现在在水里向一口嘛，呀，哈得个嘞，我本领笨呐，你不能不识开，我在开碗里。蔡文有个脾气，欢喜当山砂锅门到底，门上砂锅鸡是西个朋友。啊，三姐，开碗里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搞搞义气呀，不过谁上说你不相信的。不要眼那个子，你背心是吧？这个什么事？这不是讲换句闲话讲的。我在看去年的今天，病中虚岁。去年今朝一场毛病，先叫我先看看。今年今朝2位伤病者，祝你的三条来4位伤病者，那个好了小姑娘，不过性子来着呀，慢慢你家看。啊，小姐啊，请问小姐，昨天的说是怎样？今朝4月初4，对上他问哦，说你的日子就是初3，让你来看看看。说是看了灯啊，有个细脚们，那就是不识字也看得懂。你叫我这个字懂，喊你叫字识，你叫不喊。三条飞的4月初3上向一看嘛，清清爽爽4个字，知字本意。知字不疑，不大好，明日怎样？冲上一口，也是4个字，凡事不惊。两头两人两一天才不好，今朝姑要来的一天，不知哪今日怎样啊？哎，今朝你家不晓得哪位？娘我来知道过啊，他是今朝你家哈，这样来别就会得来的。对，这4个初4上向一口，吼，这个字都是多得来，才看满了孩子呀，心里想一人高兴，特别很吃。啊，翠萍，今日乃是好良辰。三条讲个好良辰，今日良辰是人的辰。就说从前辰光，妻子小心小不上夫，不叫名字，也称良辰，是一个人的人，应同事宜。得来三条心情开心。啊，小姐呀，像今朝个是好良辰，小编来了一个好良辰，小丫鬟春这个好良辰，相亲天进去外见这个好良辰。那个叫说闲话讲，我是个良辰是好日节哟。那今朝这个好日节，外头来个好日节，结果我去排队好日节，好日节哪可以排队呢？哎，翠萍。你在想些什么呀？啊，小姐啊，小妹恭喜小姐后喜千金呀！喜从何来？啊，小姐听兵啊！我称良人，恭喜家娃。
西，挤挤他，开他，玩玩他，抱抱他，闻闻他，说说他，揪揪他，咳咳世上想你他，山人闺中牵挂他，谁知荒诞流连他，他日相逢得罪他，一女之中把为他，家父的名虽是他，只怕非国居居东来人啊！这是一口东啊！谁叫阿东？哪位的东呢？才刚刚来分上来，侬把我男子在被听上的，哪里得不能换个他是个他，这他红豆子。下几天不懂他，什么有中他不他，一点力气都是他，聪明聪明谁是他，为是女的他来弄的他，骂一声做鬼的曲子，你进来的吹叉叉，比比不是没谁大，今后当的我女工家，实在许此米不得当，风下的谁是你绣花，都是哥哥来戏弄他，说不讲明侬也打脸。说不着，要我当着，蔡姑娘做你的侬今朝功劳大啊大得不得了，那上帝不拿出来弄我打，这个辰光蔡姑娘气呀，两都没得火，忙准台子上向一亮，两只枪眼睛替三家面两面，上名堂吧发武气之外。那蔡姑娘她是与其家水中日的呀梦带花，下片父母开家娃，落得金扎来刷一刷他。小为是特地装的来把戏，你是非将喜鹊呀哦呀，黑马公了三百家，风是风起来没有啥。非把我恩情当作长，这几口子啊！我不要对镜子里妈妈刚害我河部不杀脱来了，是自家里下后马公了。像你这个三句话的不啥动工了，你顶顶头个公了呢，在那花园里向他上两只毛皮袜子。哎，翠萍，究竟什么喜事快讲呀！哎呀，哈先生，这个戏嘛，就是叫天大之喜、地大之喜、富中之喜、官阳之喜，那是极大极大的喜事呀。弄子这样新的喜事，究竟什么喜事？快讲嘞！啊，先生呀，像这个戏嘛，得还有一比呀。比做好嘞！先生听兵啊！气氛喜，大浪里披菊伴水扬，气氛心口气氛喜，费力欣赏一担江。
杀劫七分喜，头西的风筝一去拿，七分口臭七分喜，像那穷须人离在对上。失去其真是容易杀，七分难得七分喜，七日风尘一番哇。辛苦大，不是恨我费力杀，深海底老真谁水的水中昨月是春心那。自己必是家，你不想反问不想杀，想想的是为中服侍的又要中去，采出牡丹个两朵花，谁让花下负一女婿可晓得，少门子，还是你我去采牡丹花的话，把你绑这个新人啊，随便让他好说。像我娘守得75年份，从来不绑上个新人，把那个小句我得绑上个，也心开心子，一下气一下笑，后来哪说？想你女婿妻家比真家女，想这个西家嘛，他是香菜饼，小生生耶，少门子。新人在那乡里面唱个书啊，谁不能让你混？他说的是蓬莱，谁到家云也不阴阳是真不人差，落云里的我家15我才做不对哇。面目英勇胜不得他，专属一股不让他，脾气女也听听他，取罪来中问的问他，石头方知真是他，一领从一是他，不相信推进去为机他。他开他玩玩他，抱抱他问问他，说说他求求他，为人隐忍不让他无苦温水想求他，他若相逢得罪他，一语之中马为他，不等举人是他，只怕从此未来性命。我是家，你不到有理不记他，不问根据不懂。谢谢一口懂啊！阿弟，少个老在家，玩个他是个他，跟少人是个他，证据分析出来，大家谁叫真有点后劲的？这个
让东方面面拿出来，哈哈的，是一家伙的面孔一般。说啊，哈，我做乃就应该搏，所以吃得饱，吃得很随便饭子呀。上现在我坐上去的，对着这个头巾，我硬硬的，是一条老虎落，面孔一红。你这个屈压的啊，居今后人，相信奴些最下流，说不讲明，我够真也啊！呀，为了当然，那么街上的菜家，本身我得讲求着，为此呢，为要拿个当门，我得为要讨量讨量。啊，小姐啊，像他只能够相亲的小姐下流，他不能够让流来的。他虽然不能够让流来，他但能够让流来的。他虽然能够让流来，他不能够上头小姐流让。他虽然不能够上头那些鸡流让，他但又能够上头那些鸡流让的。他虽然能够上头啊，终究是客气的呀。这破娘让发痴子娘，这个喊我一句进一句出，那个是客气子，是受不得知己之门，还是不必客气子。那这三句真的好这样，这三句我就听我不好的。那么怎样？我两个把头挤出来。你这个屈压的啊！说不讲你，我也向你送到风筝跟前，松松直达，方向小姐进头之恨。哎呦，小姐真个光猴子，本来小姐打不通的，脑子鸡毛带去往正去刚刚插啪啦插啪，像怕坏人。夫人当吃不消，夫人当起来，头胎上刚来个样，搿哪来噻讲？刚抽子吧。那么刚出嘛，还是谁讲小姐啊？他不是本人，就是公羊哦。福江蔡姑娘的弟子讲，你现在刚没有刚出个，真就要了他是浪向他出帮，非得了他是浪向他出帮，要赢得那小姐，还要得一个他字出来，还不能激光我相信他，小绝对真点力啊，小姐啊！哎，想这个他吧？谁呀？谁是他呀三股分身呐。没问啊，仔细是个他，居家都打击他，家弟被欺负他，要为门请过他，夫人逼急他，难以爱惜他。太太当等待他，万本天要心烦他，小子女的盼望他，必是我催病去为见他。他日是红梅赛子下两班，你的小子聪明。为猜不出，他这一口东啊，谁叫他懂？他是再不懂事，这比襄阳才女，才是都比家的那比木头的木，有点木实实在。这个老师，红楼才子襄阳宝贝，不是别人小官人来在。小姐子们是来听，我懂他。耳听一些我后他，因为心是明白他，他是他，后来才知想他，我闻口句定是他，一定。